拿不拿钱出来？我真的没有钱。不要！来人啊！朕饿了，给朕送吃的来。皇上，御膳来了。这什么？皇上，这是浇了红酱汁的年糕啊。班女仆吩咐了，现在您除了喝水呢，也只能吃这种东西了。拿下去，拿下去！喂。太后娘娘，霍将军到了。退下吧。喂，阿环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？臣是中郎将霍恒。好久不见，霍卿找哀家有什么事吗？臣是来请罪的。臣刚刚得知，臣兄长霍桓向太后冒进谏言，且失摄帝位，此乃大罪。臣惶恐之极，还请太后降罪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霍桓乃是臣的兄长，他有罪，臣按律应连坐。叫你起来你就起来。你也太小看哀家了，哀家执政了那么多年，难道随便就会被人左右了？是臣多虑了。霍桓是侍中，他本来就可以参赞朝政。你不要多想，是哀家对皇帝不满意，和霍桓无关。太后，这儿没人，能不能容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？但说无妨。前些日子，臣能蒙恩，经常被太后宣召，所以斗胆将太后视为朋友。不知太后是否也这么认为？当然，哀家一直把你当成信得过的好友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放开说了。皇上是不听话，就算你想废，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原因而废。毕竟他是你自己立的皇帝，如果你废了他，别人会怎么议论你啊？还不如等上几年，等皇上的品性定了，到时候如果实在看不下去的话，再废也不迟啊。那会不会太晚了？当然不会了，朝政大权都在你的手中，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的。而且现在皇上还小，也只有14岁，有魏婴和班叔他们教着，迟早能醒事的。不说别人啊，就说说我，13、14岁的时候也是猫嫌狗憎的，可是到了15、16岁，也就渐渐懂事了。还有，臣说句您听了肯定会不开心的话。皇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难道真的就是他一个人有错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太后，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忙于政事，对皇上的照顾大多依托给宫人。但你希望他真视你为母，你是不是也得把他当成亲生儿子？宫里谁不知道，皇上的乳娘王夫人是个目光短浅又爱揽权夺利的人。你居然放心把皇上交在他的手上，太后，你是大错特错啊！太后，你也别放在心上，人生在世，谁没点糟心的事儿啊？是吧？你不就是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吗？比起别人家2个3个的，不是好很多吗？您现在贵为太后，长得又漂亮，朝政上又清明，刚刚又击退了敌人，什么事儿都顺顺利利的，那还真得天妒红颜了，是不是？就算皇上再不懂事儿，那也是老天爷特意打发过来给你添点堵的。怎么什么事儿被你说着，都好像没事似的呀？
老子为了劝你妹子回心转意，可是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啊！一会儿找杨震讨酒去，要不是他千求万求，我才不趟这趟浑水呢。这个事儿还真得你说。你说我是他大哥，又是武将之首，无论我跟他说什么，都是后宫勾结外戚。现在这个局面啊，怎么说都不是一个费力的好时机。总之谢了啊！谢什么呀，咱哥俩。哎，啊，我这太后妹子，果真还是听你的话。那可不，我心里也把她当妹妹看啊。而且啊，我说的话句句都为她好，她那么聪明，自然明白。你当真不知道太后为什么突然对你那个同胞哥哥大加提拔？知道啊，她跟着杨震上朝，说对了话，而且她跟我关系好，想提拔我们霍家。不过我那哥哥呀，实在是太混账了，没想到他野心这么大。怎么，太后这么跟我说的呀？哈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总之呢，今天这个事儿要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咱哥俩还谢啊！啊，走吧，喝酒去。走。酒过三巡，我就要去找我班妹子。嘿，我要去帮她教教学生。拿下去，拿下去！打死朕也不吃那个东西了。不吃啊？那咱们来赌钱啊！班女夫，怎么样？以后还想赌吗？只要你别再叫我吃那个皇将之手指年糕，打死朕也不赌了。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。这就对了，皇上，你是天子，所以呢就一定要说话算话。太后叫你闭门思过，你却拉着别人去赌钱，这叫守诺吗？不叫。那你该怎么办啊？儿臣有错，还请母后念在儿臣年幼的份上，就饶了儿臣这一回吧。皇帝怎么突然这么懂事了？哀家还真不习惯呢。儿臣是真龙天子，天资聪颖，本就和别人不一样，再加上班女妇的教导，所以一下子就懂事多了。那你跟母后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错在不该失信于母后，又回去赌钱，错在不敬母后和大将军，错在以前在宫学上课的时候没认真听，还有，错在以前不该在广德殿前烤小鸟吃，还有错在上回上课的时候不该画画，还有，总之朕就是错了，母后你就饶了朕这一回吧，朕保证以后天天都在宫学好好上课，绝对不胡闹了。好了好了，皇帝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快起来吧。谢母后。回宫用了午膳之后，下午就去宫学吧，要好好用功，知道吗？阿明，差人送些皇帝爱吃的菜过去。喂。儿臣拜别母后。去吧。杨震和霍恒说的对，皇帝分明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哀家之前真是太钻牛角尖了。可不是吗？只要肯改，那就是好孩子。来，给我背一下。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给我讲讲看。是不是讲的时候你没有听啊？想不起来了吗？提醒我一下。来，我跟你说吧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背的还不熟，还要继续背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了吗？好的差不多了，就赶紧过来了。阿叔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带皇上去赌博了？还把皇上关在宫里头吓唬？
到现在了，你还想瞒着我？是有这么回事，但也是事出有因啊。你不在，我是公学长室的，杨大人都求到我面前了，我总不能拒绝他吧？阿叔啊，你长点记性好不好？我不是一再嘱咐你，叫你少管公学的闲事吗？你只是一个女妇，连朝廷命官都不是，就敢掺和到朝廷废立大事里面。还有，你毕竟是替我暂掌公学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跑来告诉我？这不是太学入学考试近在眼前，我不是忙吗？忙？乔儿还来瞧过我，当时你就古古怪怪的。要不是霍恒告诉我，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也就能瞒多久算多久。你现在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再说了，我是忠心太后娘娘才这么做的呀。皇上那个熊孩子把他气成那样，我要是不从中调解一下，心里过意不去。那是皇家的事，你掺和什么？你只想着太后把皇帝给忘了，他总有一天是要亲政的，到时候他会怎么报答你？到时候再说呗，他总不见得真要砍我脑袋吧？再说了，皇上这个孩子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挺叫人头疼的，可他本性并不坏，只是从小被抱进宫来，性子拗了一点。反正我觉得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再说了，咱不还得继续教他吗？以后啊，肯定能把他这个歪脖子树给扭回来的。算了，你总是说什么都有一套。哎，你腿还没好，别走那么快。那要是这么说啊，魏少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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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参见皇上，微臣魏婴即日起便复职于公学。平身。魏少妇，你可回来了，朕被欺负的好惨。他们说班女妇是你的那个，她怎么比你还凶啊？是臣御下不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大伙儿可都在这儿呢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谁欺负你了？没有谁欺负朕。好了，你们都复习的怎么样了？少妇放心，班女妇给我们画了重点，师姐师妹们也挺帮忙的，有他们在，我的记性都好了不少。你们笑什么笑？你们不也这样吗？一有师妹帮忙就背得快，没师妹帮忙就背得慢。瞎说！魏少妇，我们已经照着小抄上的策论问答演练好几回了，请少妇放心，这回我们肯定不会给公学丢脸的。少妇放心吧，少妇放心，放心吧，少妇放心。什么重点？什么小抄？就是这个，是班女妇为他们考试所准备的。策论回答，起承铺转结5要点。徐博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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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博士。哎，魏少妇，几时回公学来的？徐博士，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？我是来讲课的呀。徐博士是我们特意请来，给学生们做策论回答特训的。是啊，多亏了徐博士这几10天的辛劳，这回我们的策论回答可是不发愁了。是啊，就是。这就是你这些天背着我折腾出来的东西。是啊，我让你好好督促他们学习，你倒好，变着法子撺掇他们走歪道，又是猜考题，又是画重点。班叔，你可真有出息啊！这叫什么走歪道啊？既然太后让你暂管公学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后公学里的一应事务都交还于我管理。男生那边的事情由我来负责，你和姚娟呢，就管理好内学堂的女生们。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老让他们混在一起，也要注意一下风评。什么叫老混在一起啊？内学堂跟公学合并，这是太后娘娘亲口说的。那也得注意一下男女大防。
他们都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，你天天让他们混在一起，他们哪还有心思学习？还有，我事先跟你说明一下，你的复习方式必须废止。我会带着他们按原样备考，你放心。就算通过不了入学的考试，我也会向太后细细分说的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才是宫学的少妇。为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让学生们这么复习，我哪儿犯错了？哪儿犯错了？你心里明白，要不然干嘛心虚？我心虚气短，是因为我不应该瞒着你。你上次跟我说不要让我管太多，可是人在位就要谋其政。我既然跟太后娘娘下了这个约定，我怎么能什么事儿都不管呢？我知道你会说一切都有你，可是不管你做的再多，做的再好，那都是你，不是我。我想凭自己的真本事，堂堂正正让学生们通过太学考试。我想让太后娘娘堂堂正正的下旨，将我列入班氏族谱。堂堂正正？就凭这个，你想堂堂正正？班叔，做学问从来没有捷径可言，必须稳扎稳打。我虽然弃武从文，但自小也是寒窗苦读10年才考入太学，而后又勤奋努力，才得受少妇之职。而你呢？教学生都教的是些什么东西？就知道教他们抄便道、走后门。我没有走后门，抄便道怎么了？只要学生正正经经通过考试，我什么法子都可以使。宫学那帮小子什么水平，我不比你心里清楚。你让他们临时突击，就算他们考入了太学，等到博士授课之时，马上就会原形毕露。你让他们投机取巧，尝到了甜头，等到他们做官为相了呢？你忍心让这样心术不正的人做咱们百姓的父母官吗？还有，你连徐博士都请过来了，这还不算作弊？什么叫作弊？什么叫心术不正？徐博士都治修1年多了，他又不参加出题，也不在太学任职，我只是请他过来传授一点经验，我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了？这件事情，梁博士说没有问题，杨震杨大人也说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偏偏是你抓住不放？哼，我看之前就是你像放羊一样教他们，现在我稍微拉紧一点，你心里不高兴吧？亏你还是个女妇呢，讲点道理好不好？还口口声声说要跟阿轩学呢。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永远都是草原上来的野丫头，不管我再努力，永远也比不上她，是不是？够了，你又不是无知的女人，怎么染了一身的习气？什么事情都无端端扯上那么远？我没有扯远，是你不讲道理。我不讲道理。论职位，我是你宫学的上司；论私下，我是你未来的丈夫。你可有一点敬畏之情？这是曹大姑最有名的女诫，拿回去好好读读，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叫夫者天也。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少拿我姑姑来压我！魏婴，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以后一定嫁给你呢？草原上那些大英雄还有邓志，哪一个不比你强？就算我再怎么不争气，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劈头盖脸的骂我。宫学的事儿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，大不了我回我的草原，以后不姓班就是了。阿叔，阿叔，阿叔，我刚才说话急了点，其实我……魏少府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放开我！阿叔，他们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好像吵架了。别听了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快走。女妇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锦书，你这是给谁送书啊？这是姚女妇要的红饭。哦，那你快去吧。喂，哎，锦书，你知道哪有女诫吗？能帮我找找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卑弱第一，夫妇第二，敬慎第三。夫不遇妇，则威仪废缺；妇不侍夫，则义理堕缺。敬顺之道，妇人之大礼也。不对不对，这种把女人贬到地底下，把男人抬到天上的东西，怎么会是我姑姑写的呢？没错，这确实是师父几年前写的，当时就已经在京中传颂一时了。这怎么会是姑姑写的呢？这里面完全就是在说男尊女卑，女弱男强啊！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师父的性子你也是知道的，虽然克己守礼，可是也不至于那么贬低女人吧。对了，薛世纪以前问过师父这个问题，师父说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不用学的。哦，还有，
曹大人说师傅啊病体渐好，这几日就可能回京了，要不然你自己去问他好了。姚女妇，魏少妇说一会儿在院子里召集全体人等，请您尽快过去呢。好，待会儿我就和班女妇一块儿过去。师姐，你自己去吧，我有点事儿，先回家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去吧。嘿，怪了，魏师兄来了，他应该高兴才是。女妇，刚才我在外面看到班女妇的眼圈红红的啊。今天把大家召集于此，是有几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，班女妇不再管理公学男学生之事，改与姚女妇一起管理公学女学生之事。第二，男女混杂不利于各自向学，所以从今日起，所有女学生搬至西院，所有学生不经过师长允许，不得私自串门。本来不是好好的吗？第三，班女妇的复习方式必须废止，所有重点小抄都必须上交。为什么要把我们画好的重点上交呢？对啊，我们这样复习的挺好的呀，太后娘娘都没说什么，干嘛要把我们和女学生分开？那这样，干脆就不要合并内学堂了。太好了，魏婴，这是我们大汉的大贤臣呢。肃静！之所以定下这样的规矩，就是为了正本清源。你们想入太学就读，这是好事，但是入太学是为了什么？入太学就是为了研习学问。做学问本来就是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古来红学大儒，有哪一个是一蹴而就的？班女妇的做法虽然取巧，但是却失去了做学问的大道理，所以必须要废止。可是魏少妇，你以前也没叫我们考太学啊，只是太后娘娘下旨以后，我们才被赶着鸭子上架的。既然只给1个月的时间，那班女妇只能带着我们急就章了。对啊，没错，我也觉得班女妇的做法没错，这样提纲挈领的找重点，比以前死记硬背的强多了。魏少妇，说句你可能不太高兴的话，我这1个月学到的东西，没准比以前1年跟你学到的东西还多呢。对啊，就是啊。朱丁，是你脑子笨好不好？魏少妇说过，学问这种东西得慢慢学。班叔这个，班女妇是从草原上过来的，知道什么呀？魏少妇，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女生去找男生啊？难道我们帮着师兄们复习也有错吗？就是嘛。对呀，有他们在，我们背得更快了。就算是男女大防，也有些过了吧？我弟弟林岩也是男弟子那边的，难道我们姐弟俩一起上课，连面都见不了了吗？就是啊，一起上学学得快。大家静一静，我有话要说。魏大人，我身为女妇，对于你的做法也不同意。这第一，在你养病期间，班女妇是受了太后之命管理公学的，也一并承下了考试之重任。自然，学生们如何复习，也是班女妇的职责。即便魏少妇你是公学的长官，也不能随随便便否定她的做法，这样岂不是辜负了她的苦心和学生们的辛苦吗？对呀。第二，天下做学问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没有1万也有1000。有的人他需要寒窗苦读10年才能写出好文章，而项佗呢，他7岁便成为孔子之师，甘罗12便熟读了天下的好书，成为了宰相。所以班女妇之做法，只要不违背国法天理，她又有什么错呢？对啊，姚女士说对。还有第三，太后娘娘之所以把公学和内学堂合并，就是为了让女弟子能够像男弟子一样，同样的学习，同样的开阔心智。前几日，明宫长还说要试行男女混班。既然这样，你还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又是何意呢？姚女士说的太好了，说得好。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姚女妇。少妇大人啊，
老夫也觉得您这回啊，是不是有些多虑了？班女妇这么做，可能是有点非同寻常，可是毕竟是非常之时，应为的非常之事啊。您看，既然梁博士都这么说了，那是魏某考虑不周。好吧，今天的事情就暂且不提了。魏少妇啊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公主但说无妨。你到底喜不喜欢班叔？是不是要娶她？这是自然。你既然这么喜欢她，为何要在众弟子面前这么说她，不给她？没有，还说没有，眼圈还红着呢。刚才是不是哭过了？我都说了没事儿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知道这本女戒吗？这字念戒啊，我知道，这不是你姑姑写的吗？想当年京城人手一本，寇女妇好多人，他们都拿着这本书当天书，教育自己的子女，告诉他们如何相夫教子，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女人。那明明寇兰芝就像书中写的那样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娶她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？我觉得她太假，没有人味儿。哼，你们男人还真是自私啊！一会儿希望女人拿你们当天，一会儿又觉得太贤淑的女人没趣。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满意啊？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可是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喜欢你、爱你、心疼你。那我天天打你骂你，你满意吗？我生不出孩子来，也不准你纳妾娶小，你满意吗？我性子刚烈，只要吵架我多半不会让着你，你也满意吗？邓芝，那天你到公学来找我，我不但没领情，而且还和你吵了一架，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有点不高兴了？不，只有一点儿。不过好啦，你们汉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了，可偏偏后面还加个不过。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，说咱们俩性子像是不假，可谁说性子像就能做好夫妻了？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俩在一起了，就依我的性子，我又不懂得忍让，又爱自己拿主意，你觉得会幸福吗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想好了再告诉我，或者不告诉我也可以。反正啊，我是真心觉得咱俩还是做好朋友吧，大哥妹子比较好。你想想啊，你是大将军，很多事情都行动不便，我要是当了你的妹子，我可以替你出气啊，比如说打打皇上，对付小人什么的。可我要是嫁给你，还能这样吗？再说了，你们男人都不长记性，两个人刚好的时候多么如珠似宝，只要一惹他不高兴，就立马翻脸。邓芝，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，才不想以后变成相看两厌的样子。反正你好好想想吧，我先出宫了。姑姑，阿叔好久没来见你了，你身子还好吗？还好还好。我一进府你就赶着过来了，这会儿你不是应该在宫学上课的吗？今天我轮休，有姚师姐，还有魏英在那帮我顶着呢。哦，阿英也在那儿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跟阿英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最近你们好吗？还好。那宫学的事情也还好？你表哥
把你在公学里的事情通通都告诉我了，听起来还真精彩。我相信公学那些老博士肯定是没有瞧见过这样的阵仗。姑姑，你不反对我给他们弄小抄划重点啊？这有什么好反对的？不过就是为了入学考试嘛。而且我相信太后也真的是气急了，才会想出规定他们在1个月之内一定要让那些少爷们考过的主意。你折腾那些学生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但是你并没有错，我反而觉得应该有像你这样的女妇出来制止他们。姑姑，你可比我之前想的开通多了。姑姑怎么不开通啊？其实今天魏婴跟我大吵了一架，他说我在公学里做的那些事儿有点太急功近利、投机取巧了。他还给我看了这个女戒。哦，这个书你不需要看，不过是哄哄男人的啊。可是京城里好多人都奉他为规训圭臬呢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。我懂，可是这个书里确实一直在说男人强女人弱，男人高贵女人卑下呀。阿叔，让姑姑慢慢地告诉你个中的道理。在这个世上，女人的地位的确不如男人。只有认清现实，我们做女人的才能清醒地活在这个世上。世人皆以为我写女戒是为了扬夫权、贬妇人，看，都忘了我写女戒的初衷。什么初衷？当年太后之所以要开设内学堂，就是因为宫里的公主还有那些贵女，她们骄纵奢华，横行于世，即便是嫁了驸马，也依然跋扈。当阳公主就曾经闹过鞭打小叔子之事，所以呢，我就写了女戒之书，告诉他们如何跟男人相处。你看看，纵资既作，则武夫之心生矣。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我只是教那帮天之娇女们不要再欺侮他们的丈夫，而且教他们嫁到夫家之后如何的为人处事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是这里面明明也写了德颜容功、男尊女卑什么的呀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在这世上，喜欢生儿子的难道不比喜欢生女儿的多吗？而我们做女人的就更应该修身养性了。我说你呀，不要跟一般俗人一样，看的只是文字的表面，你应该认真的去揣摩它真正的深意。自周朝以来，一直都是男人治世，女子羸弱。想要好好的生存下来，就必须要学会审时度势，以柔克刚。我这卷女戒说穿了，不过是教他们如何把握和男子相处的分寸而已。比如说妇德，不必才名绝义也。我指的就是像你姚师姐那样的书呆子，成天只会读死书。我相信他们的丈夫也不会尊敬她的。倒是时不时给霍恒那个小子两记狠手，他才会言听计从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姑姑，我明白了。妇言不必辩口立辞也，说的是不是和男人吵架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，说的是不用天天想着打扮，可以琢磨点其他的事儿。举一反三，正是如此。你姑姑并不呆板。瞧瞧这女戒里头，有任何一句是坐实了瞧不起我们女人的吗？
只是让男人们看着舒服点儿，在言辞上稍作修饰罢了。我亲手把太后交了出来，如今她一人掌握大汉的朝政，能说她羸弱吗？我明白了，姑姑，这些道理我可不可以到内学堂也给那些女学生讲讲？哦，他们啊，飞扬跋扈，只要少欺负人就行了。倒是你，既然都明白了妇言的道理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想想，要怎么跟魏婴和好呢？可是姑姑，这次明明是他不讲道理啊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没有错与对。这男人呐，不管他多大了，他都是个孩子。你得忍，还得让。您回来了，魏少妇等您很久了。腿刚好，就跑了这么多地方，挺累的吧？阿叔，我想过了，今天的事情是我错了，是我太急躁了。学生们，梁博士，还有姚娟，都提醒了我，我不该那么糊涂，随随便便就否决了你的心血。好了，这是在家里，我们不谈公事。你记不记得，自从咱们俩好上以来，这一回是第几次吵架了？第2回？不，第3回。自从咱们俩好上以后，其实也就2个月，可是我们都吵了3次架了。魏婴，我真的觉得有点累了。阿叔，你会不会想多了？两个人在一起哪有不吵架的？别人怎么样我不管，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吵架。你说我性子刚烈，我看你也不差，动不动就朝我发火。今天早上我跟你说，无论我怎么改，都比不过阿萱姐。其实，这并不完全是气话，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。你别急，我并不是要跟你说分手，我只是想跟你说一说我心里的感受。好，你说。姑姑今天劝我说，两个人在一起就要相互体谅，特别是吵架的时候，一定要给男人留面子。就是女诫里说的“修身莫若镜，壁墙莫若顺”。我想了想，这些是很有道理，可是我不一定完全做得到。魏婴，咱们两个都不是圣人，所以不可能保证自己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。所以以后我要是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可以指出来，但是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恨铁不成钢似的骂我，然后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去做那些决定？你要是做得不好，我也不想事事都忍着。我想告诉你，提醒你，咱们两个商商量量的过日子。其实你每回责备我的时候，我都特别的伤心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有哭过几回，可自打来了京城，我为你哭过的次数比过去10几年加在一起还要多。我明白，这几次的事都是我不好，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早上，其实我很想跟你说，就算我喜欢你，可这也不是我自卑的理由。如果我们俩不是这种关系，你还会那么理直气壮的说我投机取巧吗？就算是寇兰芝，你也会给他留3分薄面吧？我是汉人，也是半个外族人，喜欢干净利落，不喜欢抠抠缩缩的。今天这些话既然说出来了，就不会再往心里去了。你过来跟我道歉，说愿意支持我在宫学里做的那些事，我挺高兴的。所以咱们以后就好好的吧。只是我以后不想再试试模仿阿萱姐了，我想做我自己，想用我自己的方式跟你相处。啊？什么？你不愿意？当然不是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和好归和好，但是真的给我记住了，下一次你要再这么随便指责我，我真一个人回草原去了。不行，你只能和我在一起。
以后什么事情我都会让着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不许再提别的男人，特别是那个邓志。你要我好好读女诫，我读了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夫有再娶之意，妇无二世之吻。”只要你对我好，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一个人了。愿与君同。